谁做成？第一集，若像行过黑暗坎坷的路径，无人知影阮心中压力有偌大。日暝草原无时停，苦苦等候心袂清。谁伫作业？谁的错误所造成？第二集，若像行伫弯曲无平的路面，谁人知影阮心头重担有偌重？偌济代志无完成，事事了宜无轻松，谁伫作怪？谁的手段所造成？第三集，若像行伫蒙烟散雾的路中，无人知影阮的心情迷茫有偌深，时常紧张伫走撞，处处碰壁无顺风。谁伫影响？谁的安排所造成？若像跑走安稳山岭的路顶，众人误影阮心灵平静有活气，随时交托主保守，万项仰望主引带，靠主恩典，靠主祝福，才做成。